男人最怕唔係冇錢，係怕冇頭髮啊！你有冇發現梳頭或者洗頭嘅時候甩好多頭髮？呢個都係身體俾你嘅警號，千祈唔好忽視啊！大家好，我係星級用家哥倫，已經成功治療脫髮半年啦。轉咗新工，晚晚 OT 壓力好大，同時抵抗力下降咗，短時間內瘋狂甩頭髮啊！我轉咗洗髮水，轉埋生髮精油，連中醫都睇埋，都係冇用，錢就使咗，時間又嘥咗，都係甩咗好多頭髮出嚟。最後發現貴等於慳咗無謂嘅奔波，慳咗無謂嘅焦慮。最後我揀咗 Vision Hair， 呢度嘅治療師好貼心，環境都好舒適。佢按我嘅情況提議我用激活增生細胞療程。呢個品牌係專為脫髮同埋頭皮敏感人士而設嘅。佢係專門研究亞洲人頭皮嘅護理，有多年豐富嘅臨床經驗，可以從根源強髮無落。錢都唔使，唔單止頭髮生翻出嚟，連個人都自信翻啦。幾次療程就搞掂，好過你無限次試錯。想知你嘅脫髮有冇得救？即刻 click 下面條 link 預約免費諮詢啦！